多倫多豪宅加稅計劃，福特、恭曉華等均提出反對。加拿大國家電視台倡議向香港大埔火災災民捐款。迪拜海關同幣安達成合作，將加密貨幣支付引入貿易物流體系。特朗普黃金卡簽證開始接受申請，價格從500萬美元降至100萬美元。美國飛機高速公路迫降撞上轎車，司機驚險生還。大家好，歡迎收睇加拿大中文電視台粵語新聞，我係歐陽琪琪。今日係2025年12月11號星期四，下面一齊嚟關注新聞嘅詳細內容。多倫多市長鄒至蕙近日提出計劃上調針對價值300萬加元以上豪宅嘅房產轉讓稅，以增加財政收入。但該提案一公佈，就引起咗政界同埋民間嘅高度關注以及爭議。安省省長杜格福特以及前加拿大聯邦國會議員候選人恭曉華先生都就此提案作出咗回應。安省省長杜格福特公開表達反對，強調此舉將會喺當前脆弱嘅經濟環境中製造更多壓力。前多倫多市長候選人恭曉華先生喺接受本台記者採訪嘅時候，就此議題發表睇法。佢表示，從經濟規律嚟睇，喺市場蕭條、成交量下滑、投資者普遍觀望嘅情況下，提高轉讓稅並唔能夠帶嚟預期嘅財政收益，反而可能導致高端房產交易進一步下降，形成負向循環。恭曉華先生仲提到，經濟目前處於一個非常敏感、非常艱難嘅時期，無論係普通市民抑或係企業，都面臨巨大嘅經濟壓力。喺呢種情況下，提出加稅會令到市場進一步緊縮，不利於多倫多整體經濟生態嘅恢復。佢仲提到，多倫多作為加拿大最大嘅城市之一，經濟動能對於全省乃至全國都有重要嘅影響。政策制定應該更加審慎精準，並充分考慮長遠影響，並非短期財政效果。經濟恢復需要信心，而唔係額外嘅稅負壓力。香港大埔火災造成嚴重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牽動全球華人社區嘅關注。為支援喺火災中受災嘅民眾，加拿大國家電視台今日正式發起公益募捐倡議。此次募捐行動由前多倫多市長候選人恭曉華先生親自發起以及號召，佢呼籲加拿大以及全球華人社群攜手行動，以愛心幫助災區民眾渡過難關。恭曉華先生表示，無論身在何地，我哋始終同香港同胞心繫一處。面對災難，每一份善款、每一次轉發、每一份關注，都可以為受災家庭帶嚟真實嘅力量。自即日起，加拿大國家電視台將開展公開募捐活動，募捐將持續至2026年中國農曆新年，善款總額將會喺2026年海外春晚當日公佈。同時，所有善款將用於醫療救助、生活援助以及災後重建。捐款方式 email transfer 至 info@cntvcanada.com。加拿大國家電視台承諾將喺捐款結束後公佈善款收支以及使用情況，確保善款透明、安全，定向用於災區民眾。迪拜海關同幣安達成合作，將加密貨幣支付引入到貿易物流體系。前加拿大聯邦國會議員候選人恭曉華先生就指出，加密貨幣市場係未來嘅趨勢同埋方向，以引起全球對加密行業嘅重視，亦都希望加拿大政府可以借鑑採納，盡快採取有效嘅措施，迎接加密世界嘅到嚟。迪拜海關已同全球最大嘅加密貨幣交易所及區塊鏈公司幣安簽署合作協議，旨在通過將加密資產融入商業及物流交易，拓展數字支付服務能力。該協議喺2025年迪拜幣安區塊鏈週期間簽署，彰顯咗呢座酋長國喺採用先進政府技術、強化公司合作夥伴關係、鞏固其全球核心貿易平台及新經濟與新興科技初創企業樞紐地位方面嘅願景同全球領導力。
旨在通過將加密資產融入商業交易，助力物流行業享受數字支付紅利，推動阿聯酋本土支付生態系統發展。佢將借助區塊鏈技術，構建靈活且創新性嘅金融基礎設施，提升交易透明度並縮短交易時間，降低交易成本。今次合作將通過提供現代化支付選擇，助力企業拓展業務，進軍全球新市場，進而提升進出口運作效率，簡化海關流程，並吸引新嘅投資者，尤其係中小企業。前加拿大聯邦國會議員候選人龔曉華先生就指出，加密貨幣市場係未來嘅趨勢同方向，以引起全球對加密行業嘅重視，亦希望加拿大政府可以借鑑採納，盡快採取有效嘅措施，迎接加密世界嘅到嚟。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時間12月10號宣布，美國政府正式接受特朗普黃金卡簽證計劃嘅申請，而價格就由開始嘅500萬美元降至100萬美元。黃金卡計劃旨在通過收取高昂費用，鼓勵全球富人移居美國並獲得居留許可。特朗普今年9月中旬簽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國商務部長、國務卿同國土安全部長喺90日內採取一切必要同適當措施嚟實施黃金卡計劃。根據黃金卡計劃，個人需要支付100萬美元，企業需要支付200萬美元，以獲得個人嘅美國居留資格。申請人仲需要額外支付15000美元嘅處理及審查費用。早喺今年2月份，特朗普就宣布將推出定價500萬美元嘅移民金卡，如今金卡嘅價碼被降至100萬美元。美國佛羅里達州發生一起驚險事故。一架小型飛機因引擎故障迫降喺高速公路上，不慎撞上一架正行駛嘅轎車，所幸轎車司機奇蹟生還，僅受輕傷。根據美國郵報報導，該起事故喺當地時間8號下午5點45分左右發生喺佛羅里達州科科亞市95號州際公路。佛羅里達州公路巡警表示，一架固定翼雙引擎飛機喺高速公路南向車道撞上一架轎車。一輛行車記錄儀畫面顯示，飛機喺晚高峰期間俯衝向繁忙嘅路面，嘗試緊急降落嘅時候，直接撞上轎車。轎車嘅後車廂嚴重變形，飛機機頭同起落架已經脫落。警方表示，57歲嘅女性轎車司機奇蹟般僅受輕傷，事後被送往當地醫院治療。機上2名27歲嘅飛行員及乘客都冇受傷，兩人留喺現場配合調查。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將主導調查今次緊急迫降事件，而佛羅里達州警方就會對該起墜機事故展開調查。新聞嘅最後提醒大家，如果喺2001年到2021年期間含當日購買過包裝麵包供個人使用嘅人士，你唔需要提供任何嘅購買憑證，都可以根據加拿大超市巨頭粒郎麵包價格操縱集體訴訟嘅5億加元和解協議申請索賠，但必須要喺2025年12月12號前填寫索賠表格，先能夠根據和解條款獲得賠償。下面一齊嚟關注天氣。多倫多晴間多雲，零下10度到0度；溫哥華陣雨，6度到9度；蒙特利爾晴間多雲，零下11度到零下6度；卡加利有雪，零下22度到零下17度；渥太華天晴，零下12度到零下5度；洛杉磯天晴，12度到24度；紐約晴間多雲，零下8度到1度；芝加哥多雲，零下8度到零下1度；休斯敦天晴，12度到24度；邁阿密天晴，14度到24度；北京天晴，零下7度到0度；香港多雲，16度到20度；巴黎多雲，9度到12度；倫敦陣雨，6度到12度；悉尼多雲，17度到27度。今日嘅新聞已經報道完畢，多謝大家嘅收睇，再會。